可以休息下先。啲塵人攞一攞個鑊先啦，啲油要熱，熱未啊？未熱啊！慢慢跣落去喺鑊邊，哇！放低啊，放低啲，咁咧唔得咯。哇！我中意玩嘅。係啦，不停咁撈，側邊嗰啲碌翻埋啦，如果唔係就燶㗎啦，唔好俾佢停晒喺面。腸仔就咁樣揸喎，炒唔係平時炒菜就咁樣揸㗎嘛，炒腸仔咁樣炒，可以較細少少個火咁咪冇咁快燶咯。